伫嘉义县一寡乡镇的是因为粪扫的分类无做好好势，结果传出互粪扫车家己退运的代志。即马环保局是来启动粪扫车对车稽查的专案，当场来查民众所担的粪扫，嘛来宣导这分类的观念。环保局的稽查人员协助粪扫车清洁队员，甲民众无做好分类回收的粪扫捡出来。嘉义县环保局无定时会派人对粪扫车来检查，希望除了协助各乡镇宣导粪扫分类的观念，嘛要减少因为无做粪扫分类，粪扫车互退运的代志。现场的作业人员因为压力足大，因为要甲民众要退运啦，要破袋民众拢较会讲话啦，会较对民众较大声扫安尼啦。我希望阮的稽查车伫后壁面阮甲对的时阮嘛也讲有种情形，阮能来处理。嘉义县环保局统计，目前嘉义县平均起来，每一天一人的粪扫量是0.88公斤，比全国的0.54搁较悬。粪扫分类回收的状况，阁有需要进步的空间。一寡乡镇的清洁队就表示，粪扫分类回收的人员空间不足，希望会当得到协助。粪扫的这个分类需要较侪人力来支援。目前阮是利用地检署的这个劳动人来甲斗3工，做这个粪扫分类的工作。未来嘛希望环保局上级单位会使针对阮的车辆甲这个人员来甲支援。环保局表示，粪扫的分类回收除了会当减少粪扫，嘛会当减轻粪扫处理设施的负担。针对一寡乡镇的清洁队有人员设备甲空间无够的状况，拢会来提供协助，希望会当透过无定时对车的检查，养成民众粪扫分类的习惯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